双儿姑娘伤势如何？双儿姑娘的刀伤正好在要害部位。啊，那可怎么办呢？现在只盼双儿姑娘吉人天相了。独孤，一定要尽力救她性命。王爷放心，独孤定当竭尽全力。哎，你想什么呢？阿广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这孔双双居然能为了救谢云奇而受伤，我总觉得这里边有问题。哎，你想想啊，他是谁啊？他可是孔双双，他可是上天下地唯我独尊著名大影星孔双双啊！哎，他怎么可能为了救别人而让自己挨刀子呢？我觉得啊，这里边一定有问题。哎，其实我也想不明白，以他孔双双的个性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？难不成他真的喜欢三王爷？不会吧？这里面啊，一定有阴谋。但是请设想一下，如果我们现在去跟三王爷说，他肯定听不进去，反而还会觉得我们是小人之心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还是慎重行事，静观其变吧。他孔双双虽然坏，但罪不至死。是啊。希望他能挺过这一关吧。儿臣参见父皇。起来吧。谢父皇。父皇，不知这么急召儿臣过来，所为何事啊？是啊。琪儿，在去西南的路上遇刺。啊？什么？是三哥？三哥他现在可否安好？倒还好，此刻性命无忧。朕让你们觐见，主要是与你们商议，此事究竟是何人所为，竟敢如此大胆，行刺皇子？对呀，竟敢对皇室下手，实在是猖狂。不过，父皇，现场可否留有什么线索，或者是活口？唉，信中并未提及呀。这一群贼臣乱子，实在是胆大包天。不过父皇，请你放心，臣儿一定会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，也好给三弟一个交代。父皇，儿臣请旨，去接三哥回宫。琪儿说，他一定不辱使命。三哥这是何苦呢？三弟尽心尽力为父皇办事，实属朝廷社稷之福啊！让为兄实在是惭愧啊！臣儿啊，刺客身份之事，就由你去查。儿臣领旨。萧儿在。你在禁军中选些精壮之士，随你一同去护卫你三哥一行。是，儿臣领旨。下去吧。儿臣告退。少将军，万万不可呀！让开，小心我误伤你！住手！爹的话都不听了。下去吧。是。爹，三王爷和晴柔他们遇袭受伤，我一定要过去看看，将那些乱臣贼子一网打尽。事情已经出现了，你去又有何用？三王爷有让你去的口信吗？没有。你看看你这个性格，就是一介莽夫，有勇无谋，何以成大事？浩儿，传言三王爷遇刺，这朝中必有异动。这情况尚不明确，你若贸然行事，必定打草惊蛇，这与三王爷的处境不仅不利，反而误事。这样吧，你且带我
明日上朝，询问皇上的意思之后，再做打算，如何？可是爹，无需多言，你要再坚持想要去，就是跟为父过不去。哼！妻儿这段时日，真是多灾多难。幸好此次无碍，要不然，可让我怎么活呀？臣妾恳请皇上下旨，还是命妻儿快快回京吧。可妻儿说，他不完成使命，誓不回京啊。这个孩子脾气实在是倔强。你放心吧，朕已派萧儿在禁军中选些精壮之士，快马加鞭前去护卫。过几天，他们就会会合了。臣妾谢皇上体谅，这样的话，我也能心安一些。可皇上，你又在为何事而忧心呢？朕知道妻儿受伤之后，第一时间就召见陈儿和萧儿。萧儿第一句话就是关心颜齐的安危，可陈儿关心的却是否抓到刺客，是否留有活口。这让朕也多了一些忧虑啊。这萧儿与妻儿素来亲近，又是手足，他关心妻儿是无可厚非的。再说陈儿与妻儿萧儿又是同一血脉的兄弟，他关心是何人所为，也是在替皇上分忧啊。不论如何，兄弟手足之情比任何事情都更加重要。也许是朕想多了吧。想个办法是。应该有一个对策呀，可不是吗？皇上，臣以为此事极有可能是藩邦所为。近年来，藩人为了贡品之事，屡次与我朝斡旋。此次行刺，有可能是他们借刺杀三王爷一事来要挟我朝。因此，此事万万不能姑息，请皇上下旨，马上出兵讨伐藩邦。皇上，万万不可！藩人虽然屡次进犯，却都是因为免贡免税之事，绝不至于伤及人的性命。如果没有调查清楚就轻易发兵，恐怕会引起对方的猜忌呀。臣恳请皇上立刻出兵，以扬我朝之威呀！皇上三思啊！出兵之事还需从长计议呀。够了，这是三王爷的手书，小秋子，读给他们听听。是，父皇亲启，儿臣此次虽然遇袭，
杀我也，切杀我也！他谢延齐这步棋实在是高明啊，尽得皇上的心意。舅舅，你说他此次遇袭，会不会已经掌握了什么证据呢？这个我也说不清楚。倘若他真的掌握了证据，为何不把你我二人抖落出来呢？眼下你我二人也只好按兵不动，静观其变了。哼，谢延齐这小子果然阴险。此番虽然没有伤了他，但是本王绝对不会就此罢休的。谢延齐，我要让你死在我的手里。青柔，双儿姑娘伤势如何？我已经替她换过药了，而且她现在意识不清，正睡着呢。你就放心吧，阿广正在里面看着呢。哦，那独孤呢？独孤为了给双双疗伤，动了真气，所以现在在屋里静养呢。青柔，为何我觉得你在与本王置气呢？没有啊，我只是觉得你有心问我双儿姑娘的伤势，倒不如想想是何人行刺你吧。哦，这行刺之事，之前独孤也有提过，他认为此事必是谢延辰所为，还建议我务必与他抗衡到底。你说，你这次微服出巡本来就十分隐秘，朝中之人就没有几个知道的。可是那些贼子为什么会知道你的所在呢？而且，这些贼人分为两拨人马，第一批人呢，一看就是山贼，他们只图钱财，行动也十分的果断。可后面那些黑衣人呢，一看就是训练有素，而且行动也颇有章法。哦，最重要的是呢，他们根本不贪财物，是直冲着你来的。所以我就想，这些黑衣人的幕后主使，一定是知道你身份的人。而这朝中能有行刺动机的人，也只有谢延辰了。一开始我也这样认为，但后来我越来越觉得此事没有那么简单，还有很多地方值得仔细参详。要说此事是二哥所为，到目前为止也只是推断。在我看来，谢延辰不过是一个幌子罢了。也许有人只是想利用他的身份。对。不过，不管此事背后的指使人是谁，我都已上报于父皇，必将此事彻查到底。还望父皇保重龙体，慎重出兵，以免打草惊蛇。还是你想的周全，而且啊，以德服人。希望那些贼人啊，不要再出来。给你点个赞，噔噔。哦，这双儿姑娘伤势一事，还要多谢你啊。毕竟她是因我而受伤，还望你莫要误会于我。哼，我才不管呢。女孩的心思，男孩你别猜，别猜，别猜，你猜来猜去你。双儿姑娘，你还是好好休息吧。自从一儿归天，太子之位就悬而未决。众爱卿，你们怎么看呢？
皇上，臣认为三王爷谢延琪可担太子之任。爱卿，你为何推荐其儿？三王爷为人宅心仁厚，遇事沉稳，既不张扬，实乃储君之最佳人选。启禀皇上，臣推荐二皇子谢延辰。相国，方才朕问你，你为何不说？这……爱卿，你接着说。皇上，三王爷此次在彻查贡品被劫一事的路途中，一路上体察民情，为民伸冤，即便是在遇到贼人行刺的凶险环境下，也能够临危不乱，率众人御敌，坚持不辱皇命。此事做得有理、有据、有度。若再有皇上的悉心培养，臣相信三王爷将来定当成为一代明君。皇上，臣……罢了，别沉的了。朕累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臣等告退。哎，可以吧？周兄真乃神人呐！此等模型，杨某还是第一次见到。来，杨兄坐。好。哎，周兄啊，这水车一物，周兄既已成竹在胸，独立即可完成，那为何还要杨某来此啊？嗨，这说来就话长了。延庆王爷曾经有一次下西南之前，他曾经来找过我，说是西南大旱，问我能不能造一台水车，解民间之疾苦。我说倒可以试试。然后呢，他就向我推荐了你。我？对啊，王爷说他有一次去工部曾见过你，说你当时呢是在研究一个什么武器，十分的投入，说啊你见到他连招呼都不打。然后呢，他就说你不像其他人那样只会知道阿谀奉承。没想到王爷竟然如此宅心仁厚，杨某还以为他会责怪于我呢。哎，延齐王爷呢一向是宅心仁厚，不拘小节，你不必在意。惭愧呀，惭愧。哎，杨兄弟，你怎么也喜欢做这些手艺活呢？周兄啊，说来惭愧，杨某自小喜欢摆弄一些木工之类的活计，疏于学习。而家父3员出身，后为当朝大学士。杨某却只知在工部做一个小小的主事罢了。家父一直以为我是给列祖列宗抹黑呀。哎，杨兄弟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这360行，他行行出状元，是吧？等咱这水车建好之后，惠及成千上万的百姓，这跟读圣贤书是一样的，造福于民。你爹啊，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的。但愿如此啊。皇上，天色已经晚了，您早点休息，保重龙体重要啊。哎，我问你啊，这杨大学士刚直不阿，平时他很少显才于人面前，可这次为什么他为琪儿说话呀？哎呦，皇上，这朝纲之事，老奴不便轻言呐。你在朝中也这么多年了，很多事情你都看得明白，那朕就恕你无罪。那我就谢谢皇上。嗨，我也是听说，这杨大学士的小儿子
就是工部的杨主事啊，在跟民间的一位匠人合伙研发什么水车，若是成功的话，说是能够缓解灌溉的效率。还有，能把低处的水引到高处去。奴才不才，不知道此物是否能够改变这个旱情。若是真的成功了，那可是大功一件呐。可这事儿跟朕的问题又有何瓜葛呀？老奴还听说，这杨大学士的小儿子自小就喜欢摆弄木匠手艺。这一次与民间的匠人合作这个水车，还是三王爷和准王妃的建议呢。就是不知道这次跟这个杨学士的推荐有什么关系呢？老三，倒是知人善用啊。是啊，杨大学士听说以后啊，一直很赞赏三王爷的眼光。可这事儿又跟晴柔姑娘有什么关系呢？有啊，这个民间的奇人将士啊，说是晴柔姑娘家乡的挚友。制这个水车的点子，还是晴柔姑娘提出来的呢。这个老三呐，倒是找了一个贤内助。这朕就安心了。哎呦，贺喜皇上啊！双儿，你的伤势可有好转？谢王爷关心，伤势虽已有些好转，但还是没有力气。这个死仙妻！双儿姑娘，哎呀，这次出行啊，要不是你和李章兄弟，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美女啊！真不知道有几条命都丢掉了。晴柔姑娘，你别走远了。此言差矣。你别跟我来啊！我要上茅房。应当的。哎，那每一次都这么危险吗？哪有这么夸张啊？死仙妻，臭仙妻，有什么了不起的吗？尹姑娘，尹姑娘，快来！哎，你看那些是不是接贡品的人？快点，跪下，跪下！尔等可知，劫取贡品，那是死罪。狗官，你要杀就杀，何须多言？放肆！你们可知，在座的是当朝三皇子。三王爷，王爷恕罪啊！王爷恕罪啊！小的有眼无珠，冒犯了王爷，还望王爷海涵啊！可是王爷，我等可是良民呐，早就听说王爷您要来，现在看来，真的是老天有眼呐！王爷，草民有冤情啊！有何冤情啊？今年我们这里遭遇大旱，民间也闹了饥荒，百姓流离失所不说，朝廷还不减免赋税。王爷，我等也是没有办法，才将这贡品藏匿在此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够救济灾民呢。王爷，是啊，哼，一派胡言！朝廷得知西南大旱，早已责令地方官员酌情减免赋税。王爷，草民绝无虚言呐。那些乡绅大户们
与知府合谋征收的赋税不但不减，反而比往年更加呀！王爷，我等也只是想讨个活命啊，王爷。就凭你一面之词，本王怎可信你？他们没有说谎。过来，我去附近的村子看了，发现都是这样，村民们都可以为他们作证。王爷，他们确实没有说谎啊！要是没有他们，村子里还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呢。乖。既然如此，就待本王体察民情之后再做决断。若你们所说属实，本王定会还你们一个公道。好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谢王爷，谢王爷。这可如何是好？如何是好啊！舅父，这父皇现在肯定是偏向的谢延齐了。王爷，休要急躁，越在此时，才越要沉着应对。眼看着皇位就要旁落他人，你让本王怎能不急躁？若是老三手里有证据，一切都晚了。我看咱们还不如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杀进皇宫，逼那老家伙退位。万万不可啊，王爷！此刻我等尚未掌握朝廷全局，此刻行事必定玉石俱焚呐！还请王爷三思啊！废物！你们就知道说什么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倒是给本王做出点事情啊！王爷，休要急躁。既然他谢延齐在奏折中那么说，就证明他也不想把事情闹大，而我们还需要慢慢的打通京城各处的关系，按兵不动才是上计啊。那就仰仗舅舅了。喂，冰块莲，你没事吧？唉，还有吗？以往只是待在京城，见惯了这人间繁华，以为处处都是太平盛世，没想到此次出行以后，才见到了人间疾苦，着实给本王上了一课。冰块莲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我现在正为国事担忧，哪有心情听什么故事啊？我讲的故事也有关国事嘛，你听完再说嘛。在我们那里呢，有一个地方毒蛇泛滥，于是呢，当地官员就贴出告示，说到只要百姓捕捉毒蛇，就可以减免赋税。可是这些毒蛇，它们的毒性实在是太强了，只要被它咬上一口，就必死无疑了。可是这事儿呢，比起苛捐杂税来说，并不算什么难关。于是百姓迫于无奈，就只能与蛇赌命。就这样，日子过了一年又一年，百姓靠着不断捕蛇，才将就着把日子给过下去。如果停止捕蛇，而选择苛捐杂税的话，说不定头一年日子就过不下去了。唉，真是可怜啊！冰块莲，我的故事讲到这儿，你听明白了吗？总结一句话，就是苛政猛于虎也。苛政猛于虎也。说得好啊，青柔，你真是本王的一面明镜，我要感谢上苍，将你赐予了我。好了，别煽情了，你赶紧想想这事儿怎么办吧。本王已有主意。
爸爸，纸袋。纸袋什么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说纸袋纸袋的？王爷如此抬举你，给了你机会，你还不好好把握？我们杨家世代为官，为父，更是本朝建制以来第一个大三元，而你，却只是个同进士。若是此事不能做得妥妥帖帖，我还有何颜面面对列祖列宗？大人，宫中来人了，快请。是。杨大人，邱公公，皇上口谕，请杨大人进宫议事。公公可知皇上找我何事？杨大人，您误会了，皇上找的是这位杨大人。皇上，参见皇上。好啊，若不是亲眼所见，朕还真难以置信。这水车果然可以把水从低处引到高处，效率之高，此乃造福于万民的好事。你等立此大功，朕一定要重赏你们。对了，你就是晴柔口中的周大同？草民正是。好。你可想当官呐？皇上，草民就是个粗人，当不了官的。若是皇上以后有事，差人找我便是。我大同定当尽心尽力。好，爽快。既然不想当官，那你要什么赏赐啊？皇上，此事说来恐怕有些不妥吧？哎，有何不妥？说。不瞒皇上，草民在长乐街上，开了家店。草民斗胆想向皇上求个墨宝，还请皇上帮我提个额匾。放肆！不送就不送呗，这么凶干什么？皇上。无妨。除此之外，朕还要赏你黄金100两。谢皇上。你就是杨大学士的公子？启禀皇上，微臣正是。杨大学士求见。宣。皇上，微臣不知皇上召犬子进宫所为何事，若是他作奸犯科，还请皇上责罚微臣。杨大学士啊，你也不问问清楚，这哪是什么作奸犯科之事？分明是你养了个好儿子，他们俩做了一台水车，帮朕解决了西南大旱，造福于万民。朕赏还来不及呢，啊，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作奸犯科了？啊，来，赏！臣替犬子谢皇上，谢皇上。1号参见王爷。你来了，你是让我跟你一块迎接三哥的吧？正是因为此事而来。实不相瞒，我已经准备好了酒菜，只待迎接他们回来了。我也多日不见我那调皮的妹子，甚是想念。那还等什么？咱们走吧。好，走。三哥回来了啊，四弟，王爷。小四，大哥，多日不见，丰腴了不少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哪里胖了？王爷，这一路你们辛苦了。啊，不辛苦，总算是不负父皇所托，有所成效。
我们可担心死你们了。哎，我有点饿了。好，走吧。那我们先回府吧。走。儿臣参见父皇。琪儿，不知父皇龙体是否安康？琪儿不孝，多日不能侍奉在旁。朕的身体你是知道的。琪儿啊，当初听到你遇袭的消息，朕坐卧不宁啊，生怕你像你大哥一样。琪儿有父皇庇佑，自然吉人天下。父皇莫要担心。父皇，儿臣寄给您的信，您可收到？啊，收到了。那些贪官污吏，朕一命刑部处理了。水车之事，朕已下令，各地府衙照批制作，大兴水利，造福于民。父皇明察，万民有福。儿臣替百姓谢过父皇。起来吧，琪儿。谢父皇。来与父皇谈一谈你在路上遇到的奇闻奇事啊。好。尊上可是在思念某人了吧？这不是你该问的问题。对了，这件事就辛苦你了。想必谢延琪也不会再怀疑你了。以后你在王府办事也就更加方便。对了，你的伤好些了吗？双儿的伤已无大碍，多谢尊上关心。天色也不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这是干什么？放开！我不放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双儿的真心吗？放肆！难道你嫌弃我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我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？我不甘心。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我的心里就有你。为了你的大计，我甘愿投身于他人的怀抱，我可以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。我为你做了那么多，为什么你都看不到呢？你别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。我什么身份？我是孔双双，是万人瞩目的大明星。现在却到了如此阿杂之地，还这样低三下四的求你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我知道你有喜欢的人，是不是就是因为那个贱人，所以你才不肯多看我一眼？我到底哪一点不如他？为什么你们一个个的心里都只有他？住口！你想要所有的人都听见吗？我为什么要住口？我孔双双就是喜欢你，我偏要喊！你是不是想死？我告诉你，你只是我的一颗棋子而已，我稍微有力，你就灰飞烟灭。你不是想帮我做事吗？我给你机会，明天你去指证谢延辰，时间地点你自己选，用你自己的方法。若是你办不成，就不要来见我。哼！我告诉你，你只是我的一颗棋子而已，你只是我的一颗棋子而已。双双，孟江，许久不见，双双姐还是这么漂亮啊！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
你跟我来。你不怕别人看见？看见就看见，老子宰了他！你还真拿自己当土匪了？双双，我看你不也演得挺带劲儿的吗？正所谓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，做什么事儿都得认真点，对吧？哎呀，我问你个事儿。完事儿再说，我等不及了。你给我听好了。嘿，你还拿起来了你啊？哎，我问你个事儿，你知不知道尹晴柔为什么非要待在三王府？这事儿你算问对人了。你知道？我当然知道。哎，我可告诉你，这事儿可是一好事儿，对你对我都是好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之前听说尹晴柔逃跑过几次，不过后来她倒安心住在王府，并且要一心嫁给那三王。这我都知道，重点呢？重点是我在他们乐天斋安插了一个卧底。这个卧底曾经告诉我，有次他们谈话说到了穿越的关键。我后来一想，这穿越的关键，尹晴柔他们肯定知道，而且肯定与三王府和三王爷有关。原来是这样，所以你千万不要阻拦他们，等我们都回去了，再收拾他也不急。双双，我这知道的也都告诉你了，咱俩是不是应该认真点儿？哎呀，我有事让你帮忙，只要你答应我，我自然依你。好，大明星都说话了，甭说是1件，就是10件，老子也应了你。行，那你等我通知吧。好。哎呀，干嘛呀？又怎么了？去找间客栈嘛。哎呀，走，快点儿！大人，双儿姑娘有要事求见。让她改日再来，本王有要事。且慢，既然已经收她做了义女，现在她可是我们埋在谢延琪身边的一枚棋子，她可是我们翻盘的关键。也许她此次前来真的有要事禀报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义父，王爷。双儿，为何事冒险前来见二王爷啊？义父放心，双儿并没有被跟踪，无人知道双儿到此。双儿，今日是不是有要事啊？双儿此次来，是给二王爷带来一条妙计，可以置谢延琪于死地。何种妙计？说来听听。双儿有办法栽赃嫁祸谢延琪，嫁祸他当日西南之行遇刺，乃是他谢延琪自己策划。虽然当日刺杀谢延琪的刺客全部都已身亡，双儿可以让孟姜假扮唯一逃出来的人，当面指证谢延琪。只要什么？只要双儿能当面见到当今圣上。什么？你要面圣？是。只要双儿能面圣，皇上必会相信，双儿便以此为证。不可，此事已盖棺定论，本王不想再生事端。义父，请相信双儿，只要双儿能面圣，此计必成。王爷，双儿此计甚妙啊！本王知道此计甚妙，可是王爷是信不过双儿吗？既然王爷信不过双儿，那双儿也只有撞死在这堂前，以死来明志。且慢，
王爷，双儿他一片赤诚，你可要早做决断呐！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试试吧。双儿还有一事。说。双儿希望王爷此事过后能够杀了猛将。此事不用你说，本王自然不会留他活口。如此，双儿就在此先谢过王爷了。大哥大嫂，快来！来，尹将军，怎么样？这儿不错吧？专门请你们来剪彩的。这剪彩为何意？这剪彩嘛，这剪彩啊，是我们家乡的一种礼仪，就是呢，建筑呢投入工作，然后完成了可以使用的时候，也就是图个吉利了。但是啊，这剪彩不是谁都能剪的哦，也得是身份尊贵、有地位的人才能剪的。总之呢，你来就对了。哎，我也要。秦柔，你不会因为我们之前吵过架就不答应了吧？哪能啊，我哪是这种小肚鸡肠的人啊！再说了，你现在可是我大嫂呢，都是一家人了。哎，来，好，现在我宣布，乐天斋正式开业！开业喽！青柔姑娘，恭喜！恭喜！现在啊，不能叫杨主事了，应该叫杨尚书。青柔姑娘取笑在下了，恭喜杨兄升官了！哎呀，周兄言重了，要不是周兄啊，我现在可不是这个样子。哎，哪里啊，咱们都是自家兄弟嘛。我先带你啊到里面去看一看，来，到处走一走。行。周兄，这是？哦，这个嘛。这个就是咱们的镇店之宝了。镇店之宝，这是做什么用的呢？哎，杨兄，这个以后再给你解释。哎呀，以后慢慢给你解释。我们先到那边去看看，好吧？来，尝尝我们这边的酒。来，杨尚书还请尝尝我们的美酒，尝尝味道怎么样？青柔，上酒了。这是我们自己酿的。我先过去啊。来，上酒，欢迎各位光临啊！刚才实在是怠慢了，都有怠慢，请包涵，多多包涵。秦柔，表哥呢？表哥怎么没来？冰块脸说他有事儿要忙。好扫兴，大家好久都没有见到表哥了。自从我们从西南回来以后，他就天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，我好久都没见他了。是吗？哎，你们俩不会有什么事吧？没有了，我们俩挺好的。那就好，我带你去看看水粉。你就是双儿。启禀皇上，民女正是。听臣儿说，你有天大的事情要告诉朕。此事事关国运，还请皇上屏退左右。双儿，怎敢如此无礼！你们都下去吧。父皇，这……讲吧。舅舅，你说双儿在里面会跟父皇说什么呢？二王爷，到现在你还不相信双儿吗？舅舅，他有什么话非要关着门说吗？还要屏退你我二人，你让我怎能不多想？王爷稍安勿躁，一会儿便知分晓。父皇，皇上。双儿姑娘，
你说的这些，朕都记下了。朕一定会仔细查证。你先退下吧。是。父皇，儿臣还有。朕累了，回宫。起驾！双儿，你跟父皇说了些什么？双儿只是把内外与二王爷说的，又重复了一遍而已。那父皇怎么说？皇上问双儿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？你又如何作答？双儿说，与那三王爷有杀父之仇。王爷可满意了吗？父皇听完，有何表示？皇上说会彻查此事，还会找双儿去找孟姜过来。不出3年，我估计我们就能成为古代的李嘉诚了。我们要发财啦！唉，我周大同干了一辈子的道具，全是脏活累活，没人瞧得起我。没想到今天能有这么多人来捧场，我这心里头真是酸酸的。咦，还酸酸的？你肉麻不肉麻呀？大同，我早就说过的，你一定可以的。咱们要目光长远一点，要把这乐天斋做大做强，做成京城天子第1号，做出自己的个性、自己的品格，此处应该有掌声。哎，晴柔，你是不是把我们穿越回去的事儿给忘了呀？阿广同学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扫兴？真是醉了。嘘，醉了，你喝了吧，多老的词儿了，还用呢？我就说。王爷来了。王爷，本王今日公务在身，没有前去道喜。这是本王的一份薄礼，还望周兄收下，以表歉意。哎呀，王爷哪里话？今天我们这乐天斋能开成，完全是王爷您的帮助啊，您大可不必多礼啊。啊，一点心意嘛。秦柔，本王今日路过绸缎庄，看到他们新进了布料，本王就全部买了下来，送与你去添置几件新衣物吧。谢谢王爷。这个给你。送我的？这可是王爷亲手为你摘的。算是本王向你赔罪了。晴柔，你就别拿着了，这王爷为了你都变成现代男神的节奏了。哎，你呀，赶紧找个台阶下了吧啊！那好吧，既然你都送我花了，那我原谅你了。王爷，奉皇上口谕，速召您进宫。公公可知父皇急召我进宫是为何事啊？王爷能否进一步说话？皇上的病情突然加重了。李章，快随我进宫。是。哎，冰块脸，干嘛去啊？哎呀，这皇宫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这么急匆匆的。父皇，来人呐！
传太医，琪儿，到朕这儿来。是。让朕好好的看看你。时间过得真快呀，转眼间你们都长大成人了。朕突然想起来，你们小时候，那个时候啊，你们一个比一个调皮，整天围着朕打闹，让朕陪你们玩耍。那些画面，朕还能记得清楚呢。是，琪儿也记得。岁月如白驹过隙，不由人意呀。你大哥潸然而去，为父母者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可悲可叹。父皇，大哥的事都过去许久了，还望父皇不要太过于介怀，保重龙体要紧呐。朕的身体，朕很清